Charming Y 掠住馬韁，居高臨下地看住倒在地上的男人。按照劇本，他應該表現出猶豫，然後出於醫者的仁心下馬查看。然而，當他看到赤家偉那張沾了灰塵卻依然帥氣逼人的臉時，腦海裏不由自主地浮現出剛才在化妝間他靠在自己肩上的畫面。卡！導演大喊一聲，全場安靜。導演皺住眉頭看住監視器。Y， 你的眼神不對。你現在是審理，你看到一個受傷的人，應該是憐憫和警惕並存，但你剛才的眼神，怎麼說呢？有點像在看一個無賴。Charming Y 一令，有些尷尬地低下頭。抱歉導演，我沒調整好。沒事，再來一條。導演揮揮手。等等。赤家偉從地上爬起來，拍了拍膝蓋上的灰，突然開口。眾人看向他。赤家偉走到 Charming Y 面前，認真地說：Y 姐，其實導演說得對，你剛才看我的眼神太兇了。你要知道，我是來投靠你的軟飯男，你應該對我溫柔一點，哪怕是在戲裏。Charming Y 戲技。赤小，這是演戲，不是讓你來教我做事的。我是為了戲好嗎？赤家偉眨了眨眼，那副無辜的樣子讓人恨得牙癢癢。要不這樣，我們找找感覺。你試住把我當成，當成你失散多年的弟弟，或者你暗戀的人。赤家偉。Charming Y 覺得自己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。好，開機。導演顯然沒察覺到兩人之間的暗流湧動，或者說他很期待這種火花。第二次 action， 赤家偉再次到地，這一次他加了一些細節。他在到地前特意用手撐了一下地，然後抬起頭，用一種濕漉漉的、充滿依賴的眼神看住 Charming Y。Charming Y 深吸一口氣，強迫自己進入角色。他翻身下馬，走到他面前蹲下，伸手去扶他的胳膊。公子，你沒事吧？就在他的手觸碰到他胳膊的那一刻，赤家偉突然反手握住了他的手。